我先来噻。用嘅都当谁啊？这啊？哦来，哦，啊手很矮来。先上一下地中啊，感面的哦。太早了吧？看上好咧，看错按摩就上好咧。许师傅按叫无来耶，结果呢又高再晋级了这样。意犹未尽，哦打死了，找个大回来我都。那等一下结束要续完啊。对，还没搞你，终于成才，拿出去，你来搞，属于你，你的爱中于你，结果呢有 get 到吗？有好转来咧。哇！低的低安的竹盐，因为低钠低钾，三高的人专用的。阿才够吼，讲到动场在购物台，害我好想买哦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那就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楊淑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。中白票，今日當歡喜來到新竹一個太毛鋪嘅3年公益特別，我來請料理嘅牛年哦哎。呀，特別來到兩片哦，佢兩組嘅競爭哦，卻非常嘅激烈哦。冇唔錯，唔過你都要比賽之前，馬上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。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邱玉涵邱師傅。係，大家好。邱師傅都叫冇耐咧哦。哎呀，俺叫冇看到嘿，哦。大家都要看一下吼，非常熱鬧，讓嘅差唔多嘅盧準斌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阿斌哥你好。最後一句講什麼？讓嘅差唔多，有嗎？你沒有驗到啊哦？，那我是室溫啦。沒冇，沒冇。做得看。我做地個慳做聽哎呦。好啦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參賽者，紅吹嘅係2姊妹嘅，分享到春聯旗、春風旗。歡迎歡迎。大家好。哎呦，很有勁先呢哦。看一下藍水總的數哈，係來自冠世界哈，兩公婆厚重材料輕笑容。大家好，歡迎歡迎。好，呢個亞春呢係來自黃山嘅哦，像每個兩個姐姐哦，黃山要那邊從細帶到大嘛哈，有乜嘅係你啊嘅私房景點，哎呀，係個好食咧，特別好食，然後睇起來就少嘅係。豐香國小，哦，嘅因為廢棄嘅學校咧，冇用嘅學校，唔過咧哈哈轉型啊哈，做人文生態館啊。哦，真勁哦！嘿，個小橋哈有一條哈桃殼鋪頭，你走到喺個行下去，行咗嚟到對面片嘅時間，是有一隻咖啡館，你識得坐下來飲咖啡哦，舒解一下。哦，好，下禮拜來行看啊。看下藍水哦，今年吼因為係來自冠西嘛哈，就馬個私房景點就來推薦大家嘛。我來自關西鎮哈，該儒家寺廟哈，有100年的哈，叫做潮陰禪寺哈，佢係台灣首座嘅個泰式風格廟宇，供奉個釋迦牟尼佛，還有阿彌陀佛，還有個藥師佛。右邊的話有供奉一個那個四面佛哈，代表着福祿壽喜哈。哇，是夢，小街都非常完整哈。好，總共已經呢冇唔錯兩組呢。公婆，然後2姊妹嘅大戰了哦，馬上就要開始架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咯。料理鳳玉蛋，兩嘴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沙等完成自天愛做嘅料理。喺呢之前，唔哋會觸到馬街食材嘅情況底下，兩嘴會因為太緊張亂分毛。還有兩嘴冇觸到嘅食材，你會由主廚來做示範。到底會變化出馬街上唔到嘅料理呢？最超級、最神奇嘅比賽馬上開始了！耶！啊，要到係料理鳳玉蛋嘅時間咯，唔但請睇起架檔口夠厲害，觀眾朋友咩當上我看來看看啊，呢度有乜食材？唔過按叫無來邱玉涵邱師傅哦，MV 按你來公布一下兩次食材。等，你馬街？鳳梨炒飯。哇，好飯呢，我沒吃過哎，都係茶梅啊筍呢啊。還是給佢變個鳳梨全都有啦哈。我看起來是換鳳梨啦。有可能換飯呢？啊？那麼變做炒麵啊？哎呀，看一下好嘞，看我派出瑪莎。來，風吹向要派出瑪莎的猜拳。我們的一家之主來了。好 ，OK， 等一下剪刀石頭布就猜拳哈。好了，剪刀石頭布。哇，果真張就勇氣。一線來線，3、2、1，馬街。
鸭掌，哎，真的很好吃哎。那还有前去骨沟哎。早啲看起来系鸭掌炒饭还是凤梨炒鸭掌？应该系鸭掌炒饭啦。看他等下有给我们什么好了啊？蒙神用蛋肠吃下去了哈。他傻眼了，他。我跟你讲，你要憨系最厉害噶。那应该是最厉害了吧？你心理准备又准备好了吗？都对了，有我在。好来，我们现在一个是3、2、1。原来是换凤梨哦。好，来，凤梨你所以你是鸭掌炒饭哦。对。不过我用看起来哦，个结果就係邱師傅你愛做嘅料理冇簡單嘅，打開來看。切開佢啊！中藥片哦。1、2、3。哎呦！我傻眼呢。那個很長嗎？鳳梨啊，鳳螺啊。他活着嗎？啊，菜狗已經準備好勢咪吼？好，馬上就來進行踢館嘅挑戰咯。好，各位朋友，等下緊張嘅時間到了，馬上就要來進行鳳綠燈嘅挑戰呢。鳳翠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看一下藍水有信心冇？有。哇，太上了。好，比賽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哦，阿姐阿哥開始咯。來。哦，大家來看。阿姐，你取到天堂嘅食材呢，先話恭喜一下咧。因為鳳梨炒飯哦，可能鳳梨會比其他嘅食材比起來較多啦，哈。前面鋪粉你唔可以留哦。啱好唔好食。哎，你們先準備一下，因為給大邊係鴨掌，想要去看一下。對，來，阿姐阿哥，我就來咧。佢同嘅書姐，我先老大家講哦，大家應該看得出來，佢哋他感情動好哦。因為阿姐你係走台路嘛，哈。有。在哪裡上班？龍灘。龍灘嘛，哈。不過帶關係嘛，所以算是通勤安用型哦。獨步下吼，全係阿哥是聲音煮三餐。煮不易選。冇啦，愛煮啦，去切菜啦。哦，阿哥係寵妻魔人。係啦，去切小鳳樣啦。對。因為家下面做這檔吼，非常好奇啦，講鴨掌用樣慢處理啊？鴨掌哦，我燙過，我咪炒。燙過之後咧？燙過之後咧炒啊。炒過。用樣慢切我先攞幾講嗎？係咧，像咱係切啲，係用呢啦，攞佢成破過來。其實該下去到那個鴨掌嘅區間咯，我自己覺得還算是蠻好料理的。鳳梨講實在，我咪唔要煮，我很慶幸我做得。練到了，因為鳳梨唔要煮哦。我唔要煮啊！哦，因為我們家裡較少煮嘅鳳梨炒飯啊，較冇煮過。你阿鴨掌就像人嘅肉絲，砰砰落去炒嘅時候，係容易煮哦。所以我覺得我還慶幸出到呢。係你攞嘅攞嘅啊！做啲撈雞飯。攞嘅要處理人就看唔掉，要用個牙籤裝出來看冇處理。麻煩事情交俾師傅去做得咧。係用嘅啦。好，我們大家都做了哦。好，你們開始做了，不是要找師傅幫忙嗎？先不要窮係嗎？不要窮，不要後，讓師傅讓他。啊，從嘅忙切啦，從嘅忙切啦。平常時喺都傳堂上班係嗎？唔係。注本自家飲食廳，不可飲食廳。好，看起來我們的料都備好了，對不對？對。就等一下，馬上就做用廚師天素奶嘍。好像可以嘍。好，現寫瑪莎嘞。來，兩位大姐，你先看一下，你的通關密語要先講。廚師幫幫我。我寫奶莎。兩個都懂得。謝阿姐啊。好來。啊，就係奶來。喂，攻守交換。好，先讓他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先看一下你要怎麼做，都有了嗎？玉涵姐，你要加鳳螺梅還是走的？沒有哦，冇啦。今天有個主角是鳳梨。開始。我們先把那個鳳梨下去。好。等一下。擺誰啊？已經開始了。不要講別的。不要講，直接下咯。對，對不起啦。趕沒時間，得叫冇來啦。你這個也不要講，沒關係。玉涵姐好有禮貌，看走在表了嗎？你剛有放東西嗎？有啊。鳳梨啦，整條啦。鳳梨。哦。真的會來不及。真的會來不及，真的會來啊！真的嗎？好，那我們就給他。哦，30秒過去咯，過梯咯。
调味很重要哦。哦，调味好，调味。盤外本去炒香哦，馬介，染，我帮你拿，你先處理那邊。哦，染，桶糖在旁邊。好，時間我到要咯幹。嘛？ 3、2、1，時間到，牛漢姐我傳來咯。好，等一下，半呢？白胡椒粉。哦，提點調到嘞，提點調到嘞，來。那這給醬料不是咖哦。要或不要都可以，要或不要。哦，如果有一點失敗，阿姐，你時間冇嘞，你時間冇嘞。一點點就好了。嘿，調油。哦，一點點調油。好，來藍隊要用了。加油了哈！加油了加油了，加油！謝謝要吃蜜桃哦。好，先上一下地中啊，擀面的哦。太早了吧？我上好咧，我錯啱冇做上好咧。小年紀來講佢評判一下咁講用。 99分，啱好啊！馬上就100分咯。看起來聊天皮好嘞，阿哥，你來喊一下我們的通關密語。幫我，馬上幫我主持，等一下，哦，繞牆我主持，幫。好，想一下哦。先看一下。哦，定下。好，慢慢來。調油。調油。哦，挑梅了先啦吼。香油。油嘛？唔是。好，繼續開始。胡椒粉，因為個吼阿莊吼佢梅桃後唔會落去，因為想辦法不佢先有梅桃。哦。所以佢先炒香。炒香เลย。 因為鴨掌本身本單冇梅啦，哈。所以你下是炒盤炒啲東西後下去會起梅桃樣子咧。最主要是你下本你下鴨掌會有梅桃。哦，原來安用哦。好得用到2片呢。其實有一個步驟嘅先講。定下是加盤後下去炒本佢炒開來炒潤來，或者下去調味料喺度下去炒咧。但係咪枸杞咯？很香哎。最主要是跳下應該係用解調油本嘢。 阿莊要梅桃啊！哦，係抗熱梅係麼？係校運熱梅。煮做但會要準備個沙茶醬啊，外邊嗎？唔是。好，調油膏咧？等下呢陣佢外邊一啲啲。調油，你下2種選一種是好嘞啦。好。沙茶醬未做得啦。2選1啊。對啊。哦。哦，大婆都要俾炒糟了哈。應該係冇問題啦。冇問題啦哈。冇問題啦哈。 好，還有問題嗎？冇。啊，勝券在握了哈。做對啦。勝券在握。先上一下地中啊擀面的哦。太早了吧？我上好咧，我錯啱冇做上好咧。上杯。他有寫小抄了，這樣。好 ，OK。炒姐好，我夠一款了。因為你這邊也差不多快好。等下挑梅一點好。哎，沒看起來差唔多嘞。是不是炒太久了？結塊的感覺。感覺是還沒炒乾呢。我炒糟咯喲。順風記懂唔會煮菜哈？你走哪條路啊？你做什麼工作？現在是家庭主婦啦。哦，那一定很會煮啊。我想知道청安有一系列感覺它結塊是為什麼？水分，鳳梨水分。多多少少啲煮食材先有水分，因為你一到魚王梨啊，蓋到其實阿莊咪係穿有水分。那這樣應該好了吧？全都做得了。好了，因為它在煮也是一樣。胡椒粉，來，我們加一點胡椒。胡椒粉剛才不是有加過嗎？再加一點點。好，那我們這邊差不多了。那蔥花會變落去嗎？好，那我們去倒數了。好。好，現場馬上倒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出來吃吃看那鐵觀地肚，那係主要嘅炒飯，拍好色咯。好，等下嘅算係10分加上嘅菜色咯，炒飯唔過炒料好食冇咁簡單咯。大家呢，一下就先對風吹嘅優秀片一部分開始來品嘗，好冇？鳳梨炒飯。又甜又香，咁好食咧。當香嘅吼。其實雖然個炒飯冇熱熱啦，不過個綿綿嘅感覺係咪凍好食咧？有密度度哈。小年紀，你知道咧？這我不會做得咯，會做得咯，滿意哈。
这礼拜炒安永做的人，准梦自己吃的嘞，我也觉得还不错，慢慢吃咯，以后啦，有满意哈。满意。哦，看一下咱水改下，你两三讲的细节哦，哎呀阿姐哦，是哦，哦，动我血了，动我血了，来煮哦，资深。那记得评价一下，像有 Q 哦，又辣又有福州，我做对了，又该专业水准，专业就出来了哦。客气，今天大家很 peaceful 哎。哎，你不你两三按过来评价，啊，你下看一下咱水做嘅。好，来本是做蔬菜啦，不南吹做的料鸭理。种炒盘，哎，美玉红呢？这鸭种有黏米咯。因为个鸭种哦本身嘅口感是 QQ 嘅，所以你一炒盤哦，個口感咪清脆凍和。而且因为鸭掌的都有胶质，鸭本跟炒饭边都含卡八六哎，比较圆润这样子。春年记来本给评分一下感觉用啊99分，啱好啊，馬上就8分咯。米頭用版，米頭學嘅鴨醬學米頭有落機，有黏米，當好食。黏米鴨醬嘅黏米冇咁簡單，當強。选风机你知道嘞？那迄天拜是按年炒的啊，真的吃到清好，每套清特特啦，哎，有音味。人家切的馅呢，没懂用心哈。問下阿哥咯，阿姐，你自家兩啥做嘅？用辦？第一次食點啊，鴨爪炒飯係唔食按煮過，還蠻係做地講係學到兩步嘅，還蠻係做地講有兩步。卤煮脂高度當好啦，我哋學到咧，有時叫你止痛喺呢度，好彩叫嚟止痛，好彩好用到好熱梅哦，炒香雞片，熱梅愛生熱梅，甘茶卤煮汁。好，看起來呢，兩組嘅評價都會是本好嘅哦。哦，緊張嘅時間馬上就會到了，先來請你安永涵 Q 師傅搶分數。好，你下看一下阿炳哥搶分數，冷水1分。好了 ，Q 師傅搶公平。兩組吼，椰米頭攏做了過後，一個鳳梨吼，也香味、酸甜度有煮出來。它的味道的層次比較高一點點，所以特別分數本紅隊啊。好，你下看一下阿炳哥嘅想法係乜嘅？應該發現到該炒盤嘅啲感覺，因為兩片吼那度嘅主食材冇強咯，鳳梨其實是會掌握佢冰嘅時間，好減少佢嘅水分走出來。因為呢道野上佢電到係講佢有膠質未做出來，所以應該係看兩片嘅主食材冰嘅比例，好然後情形呢一片吼鳳梨其實合作啲合作。都冰很好倒掉哦，那个主题是不是好凸顯？哎，每頭穿又到位，但是那種cái主食材，因為手到的主食材鳳梨，所以冰好倒掉，讓佢表現出來樣嘅。主角的戲份多一點。哇，說老鳳梨帶種意思啦。好，嗰時候你下關地度呢一畢業，我三下來看一下，等於係講看難的食材哦，風螺來炒飯，牛嘅炒呢，等下就搞本呢個 Q 師傅來表演咯。耶耶耶！當叫冇看到 Q 師傅來做嘅太菜本太茶了，試試看呐。今天就抽到我們最棒的食材，本季推出最棒的食材鳳螺。他有白肉走過嘛？哈，對，應該有吧？有試過嗎？有試過。哈，啊，莎莎都開始走好嗎？好。要怎麼處理這個地獄食材？我們平常在家裡的時候啊，可以先把它挑出來。哎呦！最後。哦，把它的那個內臟弄掉，嘿，好，然後下去燙，冰什麼功效係乜嘅啦？讓它比較好煮入味，然後酒可以去腥。哦，嗰啲係同嘅酒就唔係搶完。啊，炒係煮炒1-2分鐘啊，1-2分鐘。冇煮長久。要睇酒會硬嘅咯。而且對下嘅食材呢，應該係動就獻之。我們先把那個蒜苗先拍一拍，然後蔥也是。因為我們要讓它入味，那我們的食材都給它切一致性。好，切法。等一下炒盤要買幾口嗎？我們要把那個鳳螺，把它改刀改小一點，讓它味道煮多一點進去。有問題就這個麻味這個為什麼也要燙？對啊，擺盤。等下擺盤容正煮過。你看那個師傅切的工就是很好，刀工的切入。啊，師傅怎麼該會切？按用一丁一丁啊？我們就像。
炒饭它是个米粒状嘛，所以我们的食材副食材要搭配那个口感，所以我们都是切一致性。等一下给凤螺妹安用切。嘿，一定要改刀，因为凤螺它的味道不好进去，所以我们等一下那个煮的时候味道会煮久一点。那我们煮的时候会把那个沙茶啦、蚝油啦、酱油，最后会放乌醋起那个味道。要一样给它改成一小口，用切块块。对，因为我们刚刚在洗那个洗时候有把那个泥肠，都把它去掉，像这个。那做唔得食咧，系冇？做唔得食。覺得呢下嘅食材冇按後處理耶。當肥講哦。哎呀，當後宮。不過切枸杞以後是當加的哈。我覺得這會不會有一點像吃嘅章魚？哦，全部係 QQ 嘛哈。有。我講聽哦，會嗎？不要停哦，冇啦，停啊停，他们很少女生对我講這種話。其實他是說不要倒，不要有了，不要停，唔可以聽啊。哦，先別煮牛。哦，煮牛一滴滴就好了哦。特別煮牛，油冇按皮啦，所以我油崩700油，油崩蠔油，沙茶。對，蠔油未愛，沙茶未愛。還沒煮哦。當然，有香了，沙茶梅頭。不過師傅問一下吼，你下比例又嘛個比例嗎？一大匙，1比1嘛。對，胡椒，好蒜頭。呀，它這樣不用蒜頭哦。挑梅果沒成不用蒜頭哦。那樣子那個蒜頭會脫臼啊，會腐黑的。蒜頭會腐黑哦。因為可能家嘅路嘅會較久啦。比較起來的話，對啊，冇一般較加偏香，就會香菇啊，那個蒜頭咁樣啊。而家啊，譬如入面頭嘅時候，都得來包裝誒。18桶。哦，鹹甜。對，綜合它一點點鹹。那我們把來彩椒。它有錢我不用桶哦，為麼？啊，這應該係問問題。我講客家人啊。我前會不用湯冇料理啊，係啦，係呵，我有好食湯啊。他感染較少不用湯啦，較少。哦，那我媽媽可能算例外了。媽媽什麼都放。哎呀，媽媽，這個蔥白跟蒜白，我們先下去炒，它的甜味、香味才會出來。哦。我認識玉涵姐啊，佢做本來是第一次料理就係對師傅按叫冇來嘅。結果呢，又夠再晉級了，這樣意猶未盡，有大吃咯，找過大個我的。他等一下結束要續完啊。對，我亦未係2094，喺元朗上班。日本嘛？嗱，天在元朗。你係做的嘛？做的。唔過佢冇馬好呢。咁好按到。我認識玉涵姐啊，你做本來是第一次料理就係炒飯，真的加小炒炒飯，按當年呢，我記得按厲害咯，呢度講故鄉嘅傳承啊，對對。哎呦，哎用解下挑好嘅料吼，你下未做啲餸色，應該盤好下好看哦。客家人咧炒飯吼，會放18條油，應該要挑油啊，不過我看到呢種拍拍嘅炒飯，我看食唔慣。正經。胡椒粉沒有嘛，哈。胡椒粉剛剛放了。哦。啊，等下重盤嘅時節了，其他擺盤也係空到嘅鳳螺嘅地位度啊。鳳螺地都硬。唔係做得按嚟講啊。哦，我上過梗係沒有同過咧。怎麼佢會不用該不濕啊？不濕啊，因為那個鳳螺有那個烏醋的香味，會比較好。哦，跟海鮮的概念差不多嗎？嗯。好，最後我們把蔥花放進來。要試吃嗎？是啊。等下因為熱天嘅關係吼，試吃就好咧。試吃。有批到個無絲的梅頭誒。哇！我以為盧師傅會試吃。睇嚟你準備好了咧。哦，個老幾都破下了。係啦。剛剛太極講沒做的阿牛粥，擺盤就會看講啊。不過阿牛會把飯粒壓平嗎？可以。可是不是要圓圓的比較好嗎？啊，等一下，應該倒扣子好咧。
啊，它这样等一下扣下去比较漂亮，摆盘比较漂亮，圆圆的，圆圆满满哦。哎，好做对对。不是这样子，等一下压比较漂亮。你看细细个用性吼，是弄得了对，片。你看，所以等一下它就提一罐哦，就得按用合起来。直接扣进去。好，马上我来倒扣。好，我看你表染哦。哇，破胸！很酱哦，送上鼓励。哇，好嘞。哇，两次料理很多。凤肉炒饭，两去后塞喽。耶！好，观众朋友，一天要同学哋到底有凤肉炒饭要用的面头，大家讲本观众朋友看下好诶吼，来吃看啊！来，今下面就是很特别讲吼，用咱这个炒饭係最好食嘅。真的。哦。加乌醋超棒哎。講真嘅，你睇下直接擺石頭就加副食嘅炒飯，但是徹底提鮮呢。凤螺好 Q 哦。完全不会有那个手面啊，没有，真的很像吃章鱼哎。大只的章鱼有那种 feel 感，很点劲哦。酸甜的面头吼，当炒饭。将个石头过去加饭。对，真嘅。顺风姐，你知道嘞？我吃到人唔讲嘅穷人啊，老不死人还提白吃人吼，老该凤该卤啊按，肚好面头呀清港妹，然后也很刚好。我吃到清好些。哎，唔好讲冇咪冇。肉肉啊，又 QQ。哎，肉用 QQ。真嘅清淡。真嘅浓淡。吃饭为主。对，而且适口大小，肚厚。真勁。哎呦，盲門吼，佢兩沙是食強啲咧哦。唔辣舌，我是覺得說，要炒飯啊，要加糖啊，提着白糖的，我真的懂甜，它那個味道，懂度吼，又減少絲，咩懂好食，還有加放落吼，懂 Q。還有加當煙梅，老牛好當 Q 當好食，當脆脆啊，又嚼，前又咬緊啊。因為還有加通嘛，蒜絲嘛，所以蒜甜還沒有，哎，還蠻消暑解熱的。真嘅濃真的，意猶未盡。辣舌咯，咋個加飯啊？我哋。他等一下結束要續完啊。對，於師傅按叫冇來嘅，結果呢又夠再晉級了，這樣。你們也用韓師傅哦，比太起高了，少給了出料理。唔過呢，觀眾朋友都不卡，做吃做看啊，很多的工序要記起來哦。挑前的時間呢，一畢業馬上就來進行最杯米館的挑戰。料理有意思，踏出料理嘅背後都有無窮樣嘅故事。啲主題公布過後，兩歲愛找定題目來做料理。到底會有乜嘅神奇嘅，也係感情嘅故事呢？大家夾夾坐過來，一家之主上菜了。我老太起家講哦，現場按到全部都係做爸爸媽媽，除了愛老婆錢以外，其實呢爸爸媽媽哦都準備料理，特別本細年嘅食嘅時節，唔但請希望佢做隻乖乖胎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咩希望講透過一道料理傳達佢對佢嘅愛啊呢。係啊，咪做啲希望嘅成個做啲教導，當學嘅女朋友鬧男朋友哦，望子成龍，望子成鳳啦。不過講到安叫哦，上期咯應該咩哦，我從冇對眼就安用個期待啊，穩單那麼久了。穩定單身的，穩定單身是不是？沒關係啊，唔怕，反正張媽媽懂不會啦。因為呢，黑公真經要請對象請到博簽的，絕對是因為相中張媽媽。哦，好啦，唔過呢，今本日你嘅比賽題目就係野外心致5情。好，來看一下馮翠帶來嘅料理有多麼名誒。鼠疫於你，鼠是馬鈴薯。芋泥鼠疫於你，呀出料理有乜嘅故事冇？係咧講嗬，將係同事將下嗬，將係要當中醫雜細妹啊，將係要唔點樣反應來表達，然後當簡單，還沒教你做出菜，拿出去你才講鼠疫於你，你才愛中於你。結果咧有救到嗎？有拖上來咧。哇！
结果你真系把妹王嘅。不是啊，你们一定要吃料理哦，一定会太搞好气了，尤其张伯谦。哎，属意于你。哦我多爱面了哦，这算我激动还是唔点用白语表达出来。哦，用菜色、用料理来表达。係適度吼，在度吼，甜度性冠度。好，你一套菜兼要好。真勁。好，來看一下藍水哦，記得厲害咯。不過，誒你藍水今日做嘅冇簡單哦，菜色先來撈大家講。我做的長相思，係我來董好吃的一種菜瓜麵線。佢唔是什麼技術食料刀菜出貨，那希望是從鄉四處到28歲，沒冇女朋友，嘛該都冇，就希望接一隻節目來，佢就熟悉一隻。哦，細妹，不過你係料理嘅節目，咩相親節目我看得出來，這長相思啊，嘿，爸爸媽媽對家來兒啊一種很深的期待啦，哈。希望今日嘅節目做出來之後，哈，其實就嚟教導朋友，好不好？希望。好，彭最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藍水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現場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，來，好，玉涵姐有貼片中哪一出料理，我娘賴也是對她有什麼期許嗎？還是每一道料理都是？其實媽媽做的每一道菜都是希望小孩子吃了健康、成長、長智慧。對，尤其是現在也在疫情當中。不過俺妹做嘅菜係希望俺配嘅。冇啦，來。哎呦，碰通係嗎？係碰通，也係蠻影響出來嘅菜色。我想了補吼，了6個吼又加甜味吼，然後啲啲嘅碰通，甲碰通嘅甜味吼，凍香。有冇講凍甜？等下吼，用黏啦吼，是用cái水餃皮吼，拿用嗰夾麵機吼用煎蛋一樣煎起來，咁樣。很有創意。係哦。順風姐，咁有切教貼片嘛嘅菜，做本身也是味料嘛嘅事情的麼？那一講這種情況，因為我來他挑食啊。哦，對，就會正經。對啊。像搶菜嗰度吼，那炒佢唔少，我是為上新辦法吼，炒飯啊，切油落去，炒落去，大家就是細落去一樣嘅啦。一般因用個芋泥去碰通啊，拍通吼，他們是用碰通，這個要怎麼包？呀，我睇下用芋泥和然後咧，用一湯，這樣子做的。還有，哎，這超棒！我想就喜歡吃芋頭哎，而且呀個馬鈴薯呀後不會呀後全部整熟嘅。對。應該要講這個寫出來上發現，屬意於你，那個薯就會馬鈴薯嘅。你剛剛頭前就講啊。哦，有哦。有啊。我只在聽他兒子交到女朋友的這個故事。這個是重點，最重要。重點。有沒有交到，這個才是最重要。頭貴嘅啦。頭轉移咧。係頭轉移。好，等一下哈，因為看呢個食材凍凍，先幫你做一下，咋個咧看你慢慢做。好。長相思。哇！家務廣東人咧幾多歲啊？28歲，符合嘅電子新貴哦。哎呦，工程師。對，工程師。劃重點。年薪190萬啊！哇！做得哦。媽媽直接幫他徵友。大家要心痛麼？給佢打電話來咯。現在努力來得及嗎？來得及，因為我兒子到現在沒交過女朋友。那個母胎單身哦，你講出來世界都倆下。嘿。只是沒跟你講吧？沒有，他真的沒有交過。因為我們說真的，我們母子感情很好，感情有辦好，每天都會談天說地的。好好哦。不過工程師應該都摸憨吧？哈，又還好，我覺得他們公司又還好。你注意你拉嘢嗎？我在拉嘢，就冇嘢。哦，冇嘢咧，吉他嘢。冇嘢，未係29歲。29歲。喺銀行上班。結婚嘛？嘛？貼咗銀行。呀，就做得嘛？做得。唔過結冇馬好呢。然後按到。拜託，你們來上節目哦，真的不要再說他帥了。第二的竹鹽，第二低鈉低鉀，三高的人專用的。阿才夠吼，講到動場嘅購物台，害我好想買。好啦，看一下。你這邊來看幾條嘅食材哦，像係蔥介，所以cái長相思是安用聽係嘛？
嘿，就安样冲冲长相思啊。啊，要嘛个食材老大家讲一下好咧。我用准药去吃来食药，去肉食动物，还有去香菇个辣。现在竹盐呐，你要烤9天的啦。做出来的这个美的要卖的，这个成本比一般的姜哈多个10倍。哦，你这样讲下去，我会放口袋呢。第一按的竹盐，因为低钠低钾，三高的人专用的。阿才讲吼，讲到动场在购物台的，害我好想买。做乜佢不用昂贵嘅盐来做了土菜啊？健康。哦，所以菜瓜系阿哥自己种嘅，我看很有面线哦。面线系关西的特产，玉山面。玉山面，冻肉面嘅面线，关西特产。都多嘅小细节看得出几条良山用心嘛吼。好，我们先过去，等下过多阵来哈。好，我来剪你啊，我来剪你。哦，阿马郎叔咧，用到底袂堵咧哦。两个边上咧。他们混乱咯吼。用腌的鱼来吗？等下吼，见下鱼叫做腌的鱼咯。阿姐，老大家讲一下，看你动魔汉吼，跟底袂堵有买东西。料底本有这个都是熟的啦。有马铃薯。然后有卵。还有红萝卜。还有个小黄瓜啦。做沙拉哦。嘿，然后这讲一讲，希望这个蛋黄都能够均匀，所以我蛋黄就特别另外处理了，就没有切丁这样子。好。啊，对香港其实研发一个料理分野，来也带去不用说的时间哈，因为客家人看唔会做样料理啊。你真嘅要当用心都想用的，生意会较好啊。切玉米全下吗？玉米可以全下。啊，其他就是配色，看看怎么配。有老不用讲，你吃料理其实係你嘅時間上嘅嘛。不能講吧？有啊，佢講，哎呦，我老公啱唔喎喲。結果係假肉做嘅，結果點樣做出來啊？用這個好了。凍漿誒。你阿用個水餃皮啊，咪做啲彎做個偏細皮嘛吼？你也做得做，該種個哇，用個買呢？面包啊，哈，你好拿来哈，切扎心呢，肯定做爱心啊，做乜嘅哈，心呢哈，那切好来哈，地板有没做？肯定爆芋泥。哇，阿珍，你看讲我切爱心哦，你真嘅把妹王嚟哦。因为哈，即家来嘅哈，好唔必到颜色是来想办法哈，来哈对到成梅咯呀。顺头的人还蛮有结婚，还是搞就做的好点吃菜，全部想要脱单的就都可以，属于你。哎，要注册你的商标嘛哈？不用了，这个要最好哈，这个是不用商标哈，大家能用，能够成就越多人是越好的，愿意他就是越老啦，越老，现世越老。哎呦。沙拉冰落去以后吼，搅就好咧嘛吼。啊，等下会做嘛个？用水果的。来姐，俊凤姐，可以。等下沙拉会做嘛个？冰落去。等下冰pan吼，叫冰地方去。哦。你叫没事啊，做得单独吃啊，做得肯定用半斤血。有点下午茶的感觉。嘿。啊，这先不给你煎一下好嘞，好不好？我先去看蓝队。那这边煎好就好诶哈。哎，说好嘞。好。过油准卡太咯。来别。哇，冲上四，做动用板。哇！啊，看起来当上瘾似的。那行我必出水哦。没那冰啲水不会出水，慢讲啊。该菜瓜停出来冻甜，因为阿哥自己种啊。哎，自己种的。现在是 Q 有嘛该贴片咧？挑片哈。挑片要嘛冇呢？怪就好啊，唱按怪按酱就好呀。啊，来了没吃过两头菜嘞哈？有吃过了吗？这个你看来当一些，青老师很爱吃，对，超爱吃。燕燕这家的菜哈，很消暑。对，丝瓜是夏天最好的像那个他有没有？他的人有很奇怪哦。你干嘛啥？我来。强嘛目标，哦，古说佢等下冇讲佢冇不用强嘛，因为佢来啊，好生牛米头。你係味道嘅嚟，有攞做咩味道啲涼沙哦？滾呢？滾呢係做得冰呢。哦，咁阿娘你就選了多數了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出來吃看啦！第二次料理，也愛心至5次，哪一家嘅情感較牛呢？
今日凉水料理呢，都带点凉水当中做一个咬的当真的情感。先对你一个属于你开始来吃食看哦。好，用水饺皮来做嘅，还有蹦沙拉，好特别哦。哎呦，冇食过阿用嘅美食啊。当姜当料。春天气这个吃到今日做有满意吗？像經常有的東西冇落肚後，80分添。80分，他很谦虚啦，但是滿滿的愛心在裡面。有沒有建議來分享？春風記呢？你吃到誒？那吃到沙拉吼，不用加胡椒粉啊，味道還以好些。係啊，啊今日來人愛自學習一下。真嘅，平常時看冇幾筆吼。係。咁樣肚後睇點節目。新聞遇到啥節目啊？本來兩姊妹吼有可以交流啊。真嘅。按知識來分享。問一下吼，呢個阿姐吼，哎呦，遇到學到強力咯，到大家講一下。這道菜你們一定要學起來，因為你來也忙搞我們朋友啊。哎，屬於你，講出了有個什麼是系統的？對啊，這道菜好 Q 哦，那個什麼？水餃皮，那是水餃皮哦，哦，好特別哦，很香，很好吃，很讚。啊，個筍條嘅沙拉也很消熱解暑哦。阿哥，阿財哥，你知道咧？馬鈴薯哈，當樣當 Q 啊，當上。好，你下完全一下，你個長相思啦，個菜瓜係阿哥起較重要。還有那個竹鹽哦，冬天嗎？哇，冬天呢，味道很濃郁哦。菜瓜很甜哦。跟麵線嘅梅子麵凍好吼，成都凍好嘅麵線。好。關鍵幾抽樣版？係吃到自己菜瓜像樣吼，粘接醃出來嘅吼，特別甜，特別好食，特別好食，特別做得極勁㗎，特別好食哦。陳風景做咧，等下真的要好好請教他們。你要每套你都買按甜。哇，真勁吼！啊，冇想到你出菜竟然有辦法結啲團飲宴啊！阿財哥，你知道自家做倆套菜吼，用辦？反正食我吼，佢當藝術咧，但暗部佢就食點先，加咩做美食，將來下班有點食點，然後煮了佢乜嘅要買，你說係了。這樣是沒煮了做的，指定菜色，指定菜就好。絲瓜麵線，其他不用。愛吃多有，按個絲瓜吼，按那麵線吼，佢燙甜或燙甜。阿姐你知道咧？那这白色差不多就这样，常吃，小孩子喜歡吃，我們就喜歡吃，以小孩子為主。我嘅家下睇下，如果要看得出來，阿姐對倆套菜前景當用心，對家來兒哦，個愛心都要全部表現出來，這個急不得的，係嗎？對，真嘅，倆出題目啊，要出了好，兩歲啊嘅爸爸媽媽要表現到十分好，睇起來一聽懂欣賞你食到也就料理哦，唔過等下馬上來評分了。哦，緊張嘅時間馬上就會到了，先來請你嘅侯師傅搶分數。拜託，冷萃熱分。大家來看一下阿炳哥嘅分數。就是冷萃熱分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們已經投到不用嘞。我們還有女兒嘛？來啊，再接再厲。來，我喊這先來講。兩隊做的料理又幾好食，都有媽媽的愛心。雖然紅隊也個創意非常的好，但是那個口感的一致性哈，有一段落差，而且那個心意幾好，係咪好？嘿，就差也個失敗。那藍隊呢，因為它這個風味呢，剛好符合養的年年哈，對，然後熱天吃這個媽媽煮的口味，又不會太油膩，哎，讚美好食。米頭又控制得剛剛好，也鹹米啊香米又嘟嘟好。好，再過來阿炳哥，伊兩片吼會有國家的梅頭，但是兩片吼一片係好創意，一片好傳統的風式，但兩片吼。其實政策都該搭配性的問題，你兩片看嘅名，兩片的名啊，你了係屬於你，你會在兩方出應該會結合起來，哦，會配強下，因為做得換其他的方式，嗰種莫做個沙拉，撈個料吼，調到個芋泥一本全部同它煎，哦，但鹹的東西是更重要的，可能有切的東西啊，又買鹹的東西好食。動重要，
配起来吼，轻下去处理，然后伊咧名额了你的东西融合一体，然后还有一个梅头的部分，国家传入国家加中医的梅头，好了，也是政策都甲搭配来放血来做一下变化。 我假使仅仅融合起来，可能是头都不用。对呀，佢呀就加一烧就头都不用的啊。不说呢，佢嘅手料理来评分呐。不过呢，素养没听一两听听，没懂站的，马上就来颁奖喽！耶！来公布成绩喽！今本日呢，蓝翠得到3分，红翠得到1分，恭喜蓝翠！恭喜蓝翠做得到3000块白胶奖金，恭喜！ 好，那恭喜安利凤翠得到一个不锈钢超厚真味锅。哇，蛮好哦。好，咋个了哦？李荣良哈非常欢喜嘅，你心情哈公开征友5分钟。来啦，让大家讲下今年参加的感想。 神蒙大嘎哈，让我有参加这个荣幸参加这一家之主。我本来心里是在想说来这边玩玩，可是我来两边嘛，我也学到很多经验，主讲炒菜而成家的跳舞给的，让我有很多的那个学习。谢谢神蒙。神蒙。大家咧问下阿财哥哈，今年咧参加，让伊半勇强下哈，有嘛心情咧？有了荣幸来参加哈一家之主的这节目哈，非常。 欢喜，还2位主持人哈，安排讲笑，还个2位师傅的功夫安好，也學到當多嘅一個烹煮嘅個技巧哈，還個我來哈，透過呢隻節目哈，希望呢，你請到一隻好嘅朋友，啊，完全嘅叫終身大事，謝謝。哎用講體語係吼，假使真經有興趣嘅觀眾朋友，可以打哪幾嘅聯絡電話？唔是講啦，不是講出來啦。好啦，其實今天不是給他，因為人家本身也28歲啊，他急啊，我也跟着急，怎麼辦？沒有。跟你什麼關係啊？也不用很急啦，順其自然啦。哎，或許就透過這個節目啊，其實有搞到一張朋友。哦，恭喜！啊，禮拜呢春聯節哦，佢係每日係佢來報名嘅，禮拜參加嘅，要得獎嘅，老太太分享一下你參加嘅心情。阿小吼錄了吼當緊張，本來吼做呢順的東西吼，到了吼說吼手忙腳亂，唔點樣幫人做起吼。另外吼要學當多，像老肉頭髮唔要煮嘅，也要學到樣幫人煮，看太廚，倆現場煮嘅要無窮樣，要識到按好些東西，食材很好。那你包過來啊？哦，帶啲乜嘢叫下來啊？哦，好，陳鳳姐咧，老太太分享一下。 啊，今日嘛係簽間車吼，有啲機會啊吼，睇只老愛子，因為大家結婚啊吼，冇乜個機會，就會共下一起做料理啊吼，有啲機會，然後又熟悉到大家師傅啊吼，還有啲按多參賽者啊吼，也是值得學習這樣子，哎，親厚啦，哎。哦，哎，堂頭吼，特別係你春風姐講到，哎。 真見呢結婚過後，較少機會做老姐姐共下，做得有暗號嘅機會，過來老姐姐來重溫一下感情當站的。當然男吹咩是分站的，因為呢佢就完全的表現，當結下吼，當心機我比來人呢尋到一個好伴娘，希望呢大家都有好姻緣，透過料理來尋到好姻緣咯。誒，冇錯，今日咪講到吼，當好嘅機會嘛吼，呢啲吼欠住隻心口，啊呢啲冇樣咪欠住隻哦。 那個老公，這樣子結合的姻緣沒動火啊！等一下時代下哈，該聯絡天法留一下啦哈！真的咯，真的，好啦，所以今天分享所有吼，前天下嘅爸爸媽媽來上節目表達你嘅熱愛心，未分享所有嘅朋友結結來報名參加哦。我唔錯，一家之主，就係分享太起家，Q 下來都要到邊嘅 Q 下來，都鬧嘢，分享養不開好米事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